平時大家睇 YouTube 或者睇電視嘅廣告，會唔會俾佢嘅品牌吸引呢？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屬於 marketing 嘅東西。我係 Paul Lam， 係市場學副學士嘅學術統籌主任。今日用幾分鐘嘅時間，同大家分享下，到底 marketing 呢個學科會對學生以後嘅發展有咩幫助？課程特色最主要有3個。第一係訓練同學應用市場學嘅理論同技巧。第二，分析同埋訂定市場營銷策略。而最後就係對於有志從事呢個行業嘅同學，可以裝備到相關嘅知識。好，嚟到主修科目，同學係需要完成5個嘅 subject， 其中有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行銷溝通。咁喺而家嘅營商環境入邊咧，無論個人同個人或者公司同公司咧，都需要有有效嘅溝通渠道，先至可以令到咧佢哋運作暢順嘅。好啦，至於第二個就係咧，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組織行為，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科目嚟嘅，因為喺大家工作環境入邊咧，少不免咧就要學習點樣去同唔同類型嘅人相處。例如話到底上司點樣去激勵下屬去做嘢咧，甚至下屬點樣能夠可以咧符合到上司嘅要求咧，呢啲都係屬於組織行為入邊嘅課題嚟嘅。好，咁至於去到咧就係選修科目入邊咧，亦都有幾科咧係可以同大家去介紹下嘅。好啦，包括咗有 consumer behaviour。咁作為我哋要了解市場咧，首先就要先了解到底消費者係有咩因素咧係影響到佢哋購買與否嘅。嗱，至於咧另外一科咧就係叫做 principle of account。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除咗要了解消費者嘅諗法之外咧，亦都需要知道咧就係啦，到底產品嘅業績點樣？因為產品業績好與否咧，亦都好會影響到咧公司點樣調配一啲嘅財務資源嘅。嗱，好，另外還有就係咧有一科叫做 Essential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金融科技。喺我哋而家有術修課入邊，亦都唔能夠避免咧利用我哋嘅手機咧去融入我哋嘅生活啦。例如話我哋點樣咧透過手機咧去 control 我哋嘅 bank account 咧，呢個大家其實基本上每日都做緊噶啦。好，而最後一科咧，亦都係可以介紹俾大家咧，就叫做現代中國流文化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咁因為近年香港已經同大灣區咧融入咗啦，咁所以透過了解中國嘅文化咧，亦都能夠有效地咧令公司知道點樣將個產品打入內地。至於去到就業機會啦，其實我哋嘅同學畢業咗之後，基本上都可以咧晉身咧以下嘅行業嘅，例如好似話公司嘅 sales and marketing 啦、advertising 廣告業、public relation 公關、brand management 品牌管理同埋 product development 呢個產品發展。好，嚟到學生活動，咁我哋亦都有安排唔同嘅活動俾學生。好啦，其中咧就啦，我哋係會同一啲企業合作，係讓同學咧將自己喺 marketing 學到嘅嘢，就應用喺實際工作環境底下。例如好似話，我哋之前咧有同金鳳餐廳合作，就讓同學咧分成唔同嘅組別，佢哋嘅管理層去揀選到底邊一個嘅方案覺得最好咧，佢哋都會採納嘅。而另外咧，我哋有同美麗華餐飲咧部合作嘅，喺一個叫 Be There 嘅 activity 入邊，咁亦都係咧可以讓同學咧有機會咧將自己喺課堂入邊學到嘅 marketing 嘅概念咧應用喺個實際嘅環境底下嘅。我哋嘅升學途徑，咁我哋課程嘅畢業同學咧都有好多嘅升學出路。咁當然最佳嘅升學出路就係報翻我哋浸會大學嘅本部 degree 啦。咁除咗 marketing 之外，其實同學都可以考慮就係報讀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特別係適合一啲有志做生意嘅同學。咁還有就係啦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同埋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咧，都係適合我哋嘅畢業同學申請嘅。咁除此之外，還有就係其他8大院校 offer 嘅課程都可以考慮嘅。我哋嚟到呢部分，我好高興能夠邀請到2位曾經喺呢一個課程就讀嘅同學。好啦，分別係阿 Harry 同埋阿 Jessica， 佢哋2位都好樂意同大家分享下佢喺就讀呢個課程當中嘅體驗。係啦，特別係阿 Harry， 我好清楚就係啦，原來你上個 SAM 嘅成績非常好喎，係嘛？係啊。CGPA 4.0喎，係嘛？係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喺過去嗰個 semester 入邊有啲咩特別嘅
令你深刻嘅體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首先好多謝 Mr. Paul 可以邀請我嚟分享上個學期嘅體會啦。咁其實因為學校有舉辦唔少嘅比賽啦，同埋 Mr. Paul 都會介紹一啲關於 marketing 嘅活動。咁其實我上學期嘅生活都係過得非常之豐富嘅。咁我仲記得我第一個參加嘅活動就係 CIE Marketers Competition， 而我係負責擔任 MC， 通過觀察比賽中師兄師姐佢哋嘅精彩分享，以及評審嘅積極回應，咁唔單單可以了解比賽過程啦，咁仲可以學習咗額外嘅知識。咁後來咧就啱啱好有個係 BDA 嘅 competition， 咁係關於幫助餐廳提出建議去改善現有問題。我就啱啱好可以運用在 CIE Marketers Competition 中學習到嘅經驗，以及平時在課堂上得到嘅知識同埋理念，準備在比賽中好好發揮，大顯身手啊！好啊，咁我祝你喺呢個 BDA 嘅比賽入邊咧，能夠咧係啦攞到好嘅獎項。OK， 好，咁除咗 BDA 之外咧，你仲有冇啲其他嘅體驗啊？咁除咗喺校內咧，其實 Mr. Paul 都介紹咗一啲關於校外嘅 internship， 咁讓我哋有機會咧喺真實嘅工作環境中可以得到實戰嘅經驗。而我要負責去現場錄製視頻，並在之後製作編輯符合要求嘅影片。咁過程固然辛苦啦，不過呢個都係同平時嘅課堂同埋比賽嘅唔同之處，讓我大開眼界。咁回想起來，今個 Sam 真係覺得特別之精彩啊 ！OK， 等我補充下，頭先阿 Harry 所講咧嗰間嘅社福機構咧，其實係一間都好出名嘅社福機構咧，就係咧呢個新手助人協會叫 Helping Hand 嘅，係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如果咧各位同學咧有興趣嚟讀我哋嘅課程咧，都有機會咧去服務社會嘅。好啦，咁或者多謝 Harry 嘅分享先。好啦，或者我將個問題咧就去到阿 Jessica 嗰度啦。Jessica， 就是你過去在念這個課程當中，有什麼的比較寶貴的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吧？副學士的大部分課程都會有小組作業，那很多同學會覺得小組作業這個事情比較麻煩，需要糾結於跟其他同學交流溝通，但其實其中有趣的事情也不少。之前有一節課，我們的小組作業就是讓我們為香港的一家企業做營銷推廣。那不同於以往僅僅在課堂上假設虛構為某一個企業做推廣營銷，而是真正的走出了課堂，走進了那家餐飲店，嘗試了店裡的食物，參觀了店裡的環境、裝飾，甚至是後廚環境，針對切實的為這家企業製作我們的推廣營銷。那我們聽了這家企業負責人的分享，並且與其進行交流溝通之後呢，跟 EFO 的學生一起合作，利用 AR 技術為店裡製作了一些推廣措施，最終呢是通過一個實際的商業競賽來展示我們做的營銷策略。那整個作業過程對於我來說都是非常新奇且非常有意思的，因為在其中我不僅學習到如何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還在跟小組同學一起交流合作中體驗到小組協作的重要性。因為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當大家一起集思廣益一起合作的時候，靈感會更多，並且做出來的成果會更加的豐富。好的，謝謝你的分享我想問一下，就是你這個經驗，你覺得對你以後早晨這個工作有沒有什麼的影響吧？作為 marketing 專業，那我們在之後的工作環境中肯定會遇到很多要跟同事一起合作的項目或者一些工作。那在這之前的這些小組作業肯定會成為之後我們工作環境上的一些很珍貴的經歷。好的，好，謝謝你的分享，我相信你以後能夠找到你理想的工作吧。好，經過剛才同我們嘅精彩分享，大家對我哋嘅課程都有一定嘅了解。我期望喺今年9月能夠喺校園見到大家。